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亦都多謝陳祖恒議員咧提出今日嘅呢項議案，立足香港，充分發揮香港嘅優勢。呢個係一個經常喺好多年咧喺各種場合都被反反覆覆講嘅一個概念。但係呢個概念喺今日呢個新時代之下，又如何指導我哋發展嘅道路，係我哋需要思考嘅問題。今日呢個議題咧有幾個重點嘅，首先就係新質生產力啦，國家嘅高質量發展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關於出海啦，而第三咧就係香港嘅企業。對於呢個三方面嘅重要因素所組成嘅，應該係一個立足香港嘅核心咧，係要服務於國家嘅核心需求。只有投身於國家乃至世界嘅發展大趨勢咧，先至能夠充分咁發揮到立足香港嘅優勢嘅。喺新時代之下，對於香港優勢嘅理解，應該係要充分認識到香港正係由過去引進來嘅樞紐變成緊走出去嘅橋頭堡。過去香港咧係國家引進來嘅橋梁嚟嘅，係東西方交流嘅樞紐。所以只要你能夠充分利用到金融啦、貿易啦、政策方面嘅內在嘅優勢咧，為國際吸引來嘅人才啦、產業啦、資金咧，就能夠得到長足嘅發展。亦都因為咁啦，我哋可以睇到，我哋喺國家呢幾十年嘅改革開放當中咧，扮演咗一個非常之獨特而重要嘅角色。因此，我哋亦都能夠睇到香港過去服務於國家，特別係吸引外資啦、內地企業嚟香港上市啦，以及係貿易等等方面咧，都取得咗好多發展嘅成就嘅。而家咧呢一個趨勢咧，喺新嘅歷史時期之下咧，已經發生咗一個根本性嘅變化。香港正係由過去引進來嘅樞紐變成走出去嘅橋頭堡。首先喺產業發展方面咧，其實情況變化係非常之快嘅。試想下幾年之前咧，我們回顧，都仲係好擔心遇到好多技術科技嘅瓶頸、卡脖子等等。但係目前咧，我哋睇翻循住產業發展嘅呢個邏輯同埋 R&D 嘅投入咧，我哋可以預測到好多重要嘅產業方面喺未來幾年咧，我哋國家將會實現全面嘅突破。而第二咧，目前全球咧都需要中國為世界提供更加大嘅確定性。由此可見唔單止係我哋國家有強烈融入世界嘅需求，全世界亦都有對中國產生更加系統同埋更加多元嘅需求。服務於呢個浪潮，成為中國嘅產品啦、中國嘅技術啦、中國嘅標準啦、中國嘅制度啦、中國嘅思想全球化嘅橋頭堡咧，呢個一定係香港未來發展嘅重要使命。就以創科嚟睇我哋睇下我哋嘅新能源產業喺內地已經非常之蓬勃，而且技術非常之高端，領先全世界。喺硬件上邊的而且確係咁樣嘅，但係咧對於新能源嘅一啲軟件，例如新能源喺能源上邊嘅管理啦、標準啦，以至係涉及到好多方面，例如綠色等等嘅一啲第三產業咧，我哋喺呢啲方面咧仍然係落後得比較多嘅。歐洲喺呢方面咧係做得相當嘅領先。咁所以，如果能夠利用好香港喺呢個方面嘅優勢，結合內地嘅一啲硬產業嘅技術同埋能力咧，呢個嘅使命咧，將會為香港帶嚟無限嘅機遇。而呢一個機遇咧，亦都一定比以前歷史嘅機遇係更加巨大。香港要對呢一個浪潮咧，必須有清晰嘅認識，勇於抓住呢一浪潮嘅機遇，為香港嘅發展咧謀求全新嘅篇章。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同埋修正案。